智見全球新風向，樹立財富新態度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繼續收睇招商永隆銀行2026年度財富觀點報告會系列節目。我係主持人卡文劉雅文。咁喺前兩期嘅節目當中，我哋同 Aris 一齊解讀咗全球經濟脈絡，並深入分析咗美股、美債同美元嘅走勢。今日我哋將視角轉向亞洲市場同埋重要資產類別，共同探討港股、A 股、黃金、人民幣嘅展望，並為大家梳理2026年嘅大類資產配置策略。再次有請招商永隆銀行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部副總裁顏朝偉先生 Aris， 歡迎回嚟。Hello Carmen，Hello 大家好，好高興繼續今日為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對於唔同市場同資產嘅睇法，為大家更好去佈局新一年嘅投資。Aris， 之前你對美股同埋美債嘅分享咧就非常精彩。咁企喺全球資產配置嘅角度，咁除咗美國資產之外咧，你認為仲有咩資產係值得我哋同埋投資者一齊關注嘅咧？咁既然我哋而家係處於喺香港的話咧，咁我哋今日就先從港股開始啦。咁港股方面咧，其實我哋可以睇得到，港股整體嚟講，估值明顯係比美股咧係要更平嘅。咁恆生指數或者恆生國企指數，相對上面只係得10出頭嘅 PE 水平。咁而恒生科技指數咧，絕對嘅估值可能會高少少。咁但係從相對估值嚟睇咧，其實仍然係處於近10年份位數入邊比較低嘅一個水平。咁現時恒生科技指數咧，只係處於近10年大概係34% 左右嘅歷史份位。咁相對上面仍然係一個比較低嘅一個水平。咁我哋相信依然係具備一個長期嘅配置價值。從具體嘅行業嚟睇咧，咁我哋會更加關注行業嘅盈利改善預期。咁譬如話啦，材料、醫療保健、金融行業等等咧，喺未來3個月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好嘅邊際改善，咁係短期之內比較值得關注嘅板塊嚟。2026年港股面對住一個大嘅環境咧，其實流動性嘅充足對於港股嘅表現咧係非常友好嘅。咁我哋可以從2個方面嚟睇。咁首先喺內部流動性方面咧，我哋可以明顯見到，其實近幾年內地南下嘅資金咧的而且確係持續緊淨買入嘅，成為推動港股上升一個重要嘅力量。咁而最近幾年南下資金嘅成交量佔比咧，其實係每年都有一個提升緊嘅一個趨勢。咁而家最新南下嘅資金佔比咧，其實已經大概嚟到1/4左右。對於港股嘅影響力咧，亦都係越嚟越大嘅。咁喺前面，其實我哋亦都係提到中國經濟整體仍然係處於一個弱復甦嘅階段。咁我哋相信2026年咧，其實貨幣政策嘅主要嘅基調咧，仍然係偏向寬鬆。再加上咧，其實內地比較優質嘅企業咧，亦都係紛紛嚟香港上市。咁未來可能南下嘅資金流咧，仍然係會繼續持續。咁講完內部資金流方面咧，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講一講外部嘅流動性。咁美元降息嘅週期咧，仍然係進行當中嘅。咁美元嘅弱勢咧，亦都會持續推動一啲資金流入環球嘅其他市場。咁港股亦都會借住呢一波嘅浪潮咧，獲得更多外部流動性嘅注入。咁講完港股方面啦，我哋亦都可以講一講 A 股方面。咁2026年的話咧，其實我哋總體相信對於 A 股會維持一個牛市嘅判斷。咁主要回顧翻過去 A 股嘅5次牛市啦，其實平均嘅時長咧大概係20個月左右。咁而滬深300嘅平均漲幅咧係超過200%。咁今輪嘅 A 股牛市咧，其實係從2024年嘅9月開始嘅。咁當前嘅時間咧，大概係維持咗15個月左右。而滬深300嘅漲幅咧，亦都係剛剛超過咗40%。咁所以我哋可以總結，無論從一個上漲嘅高度，定還是持續嘅時間嚟睇咧，今一波嘅 A 股牛市咧，應該仲未走完嘅。咁當然同港股亦都係比較類似啦。咁 A 股喺2026年咧，其實都會面對住寬鬆內外部流動性嘅環境。咁我哋亦都係知道，相對 A 股而言咧，其實內部嘅流動性影響會比起港股更加之大嘅。咁除咗流動性之外，我哋亦都可以看到，其實 A 股嘅總市值對比翻起居民嘅存款餘額嘅比例咧，目前仍然係大幅低過歷史平均嘅一個水平。咁即係話居民存款咧係有比較大嘅空間從存款入邊搬到去股市嗰度。咁如果牛市係持續的話咧，喺持續嘅財富效應底下，可能會帶嚟更多長期增量嘅資金入市。咁另一方面，相信熟悉 A 股嘅朋友都知道啦，其實 A 股過往咧有一定嘅季節性嘅效率嘅。咁喺每年嘅第一個季度，通常都會迎嚟一輪嘅春季行情。咁喺過往嘅規律嚟睇啦，咁我哋見得到牛市嘅環境入邊，春季嘅行情往往嘅回撤幅度咧係細過10% 嘅。咁但係同一時間啦，春季行情帶嚟嘅漲幅咧係超過20%嘅。咁所以喺今輪嘅牛市入邊咧，其實2025年嘅底部 A 股係出現咗一個比較小幅嘅回撤。咁但係去到2026年春季嘅行情咧，仍然係比較值得去期待嘅。
咁講完港股同 A 股方面啦，可能更多嘅投資者會比較關心黃金嘅資產表現啦。咁對於黃金而言咧，其實我哋仍然係比較睇好黃金長期嘅配置價值。咁雖然話可能喺2025年嘅第四季度，黃金嘅價格咧一度出現咗一個高位嘅震盪，而回撤嘅幅度亦都唔細。咁但係咧短期之內嘅衝擊咧，其實唔影響黃金喺長期資產配置概念入邊嘅邏輯嘅。咁我哋可以從兩個維度嚟考慮一下黃金嘅一個長期趨勢。咁第一個咧，其實就係環球嘅央行喺近幾年咧，其實係持續買入黃金嘅。咁譬如話，我哋嘅中國央行已經連續13個月喺市場上面增持黃金。咁可以想象得到，全球唔同嘅國家央行作為一個多頭嘅黃金市場，其實做空嘅力量係好難壓制住黃金向上嘅一個趨勢。咁另一方面啦，其實黃金同美元資產咧有個比較明顯嘅對沖效應嘅。咁隨住美元長期一個超發，咁再加上而家一個比較寬鬆降息嘅環境咧，其實整體都係利好咗黃金嘅。咁同時啦，亦都係要提醒大家，由於黃金嘅價格波動咧，其實都唔低嘅。咁譬如話，過往50年嘅平均歷史嚟講啦，年化嘅波動率咧，可能甚至大過標普500添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係會更建議大家，可能係要通過定投嘅方式，或者係配置5至10% 比較少嘅倉位，作為一個對沖，並唔好過度去壓住黃金短期一個波動，避免違背咗我哋長期配置黃金嘅初衷。咁喺外匯方面咧，我哋今日就主要嚟講一講人民幣。我哋認為人民幣將會喺2026年迎嚟一波比較溫和走強嘅小趨勢。其實前面都提到啦，目前出口可能係中國經濟拉動嘅比較一個重要嘅動力。可以睇到今年以嚟咧，其實中國已經累積咗1340億美金嘅順差。咁如果話外匯嘅企業可能有一啲結匯嘅需求咧，亦都會喺短期之內繼續推動人民幣走強。咁但係大家亦都要知道啦，考慮到出口對於中國經濟嘅重要性咧，其實央行對於匯率方面可能仍然係一個以穩為主嘅態度，唔會傾向人民幣過快升值，避免傷害出口。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對於匯率問題有過多嘅擔憂。多謝 Aris 精彩嘅分享。咁從啱先嘅分享當中咧，我哋可以了解到，對於 A 股同港股嚟講，主要係受益於內外部流動性寬鬆嘅環境。咁春季行情係值得大家期待嘅。黃金方面，我哋認為短期嘅震盪係唔會改變佢長期配置嘅邏輯同埋價值。外匯方面咧，我哋就係認為人民幣係會溫和走強嘅。咁 Aris，如果從一個具體嘅資產配置落地層面，你又有咩建議俾大家呢？按照我哋之前嘅觀點咧，其實2026年環球整體嘅配置環境仍然係比較友善嘅。咁所以對於各大類短期資產嚟講咧，我哋維持一個比較積極嘅態度。咁喺匯率方面，我哋建議對美元、歐元同日元維持一個標配，保證自己資產組合入邊風險分散嘅程度。咁受惠於人民幣溫和走強嘅預期咧，我哋亦都建議中高配人民幣。咁但係啦，如果身為一個內地嘅客戶咧，天然本身已經係高配人民幣資產的話咧，咁就無需再過度單一壓住人民幣啦。咁喺債券方面，受惠於降息嘅環境啦，我哋建議中高配美元嘅債券，咁特別係一啲中短年期嘅債券。而權益類方面咧，其實低估值嘅優勢疊加埋內外部流動性寬鬆嘅一個政策，咁我哋建議對於香港嘅科技股咧係有一個中高配嘅。咁而對於美股、A 股同黃金方面咧，我哋建議維持一個標配。如果大家對2026年人民幣走勢仲有疑問，或者想知道自己嘅資產應該點樣搭配，我哋招商永隆銀行嘅資產配置顧問會幫大家解答。感謝收睇本期內容，下一期我哋將聚焦一個備受關注嘅話題——美股科技泡沫，繼續為大家拆解市場熱點，理清投資邏輯，敬請大家持續關注。招商永隆銀行 Tree 資產配置服務體系，專業守護財富。我們下期再會，拜拜。拜拜。